打坐，手不要悬虚空，自然放在腿上，也是接法界定印。法界定印包括一切印，金刚掌也能代表一切印。立的阿弥陀佛像，右手是施无畏印，放光明，不用怕的意思。左手是接引，要是放蒙山出去出生，站着念往生咒也是这样，一个施无畏放光明，一个也是接引。阿弥陀